大家好，我係傻強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單唔應該只當新聞嘅嘢事故。土瓜灣有單位懷疑發生氣體爆炸，之後有人由高層墮下，傷勢嚴重。好多人第一反應係好慘、好突然。但如果我同你講呢啲唔係純意外，而係有流程、有風險累積出嚟嘅結果，你信唔信？先講程序，石油氣嚟香港唔係新嘅，用嘅幾十年。但係問題係有冇定期檢查，責任佢邊個真係會跟？理論上管理處、業主、供氣公司各自有責任，但實際操作就係你唔出事冇人理，你一出事大家先嚟追究。再講錢，一單爆炸意外唔止係人命問題，仲有醫療、維修、保險，甚至單位貶值。問一句好現實嘅，最後埋單嘅多數係邊個？通常都係住戶自己。好多人以為政府會幫你睇實安全，但現實係制度多數係被動式，出事先查，唔出事就算。所以我成日講，唔好假設有人會自動保護你，你自己先係第一道防線。講3個你即刻可以做嘅行動建議。第一，如果你屋企用石油氣，問清楚幾耐檢查一次，邊個負責，有冇記錄。第二，聞到異味、喉管老化、爐具有問題，唔好拖，唔好嫌麻煩。第三，管理處如果推，如果慢，留記錄，寫低，影相，保護自己。總結一句，呢單唔止係一個人嘅不幸，而係提醒我哋，安全唔係靠運氣，係靠制度，但制度未必會自動幫你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至少share 俾你屋企人㗎，因為下一次冇人知道會發生咗邊一戶。